认知。学水正如放心，学水就是每一秒钟都要3秒钟不晚不耽。在这个修行里，你不要以为你一个人呢就没有人看，你就可以血汗随意。因为一个人的时候，越要戒律，所以呢，不放心，主要就是在这个放心呢，就是随便逃的。你不放心呢，现在你放心好，放心呢，普通。